各位朋友，今天我要和您聊一个很多长辈都深信不疑的观念。您是不是也常常听人说，吃得越清淡，身体就会越健康？白粥配青菜，少油少盐，好像就是养生的代表。但真相是什么呢？在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里，我一次又一次看到，过度清淡、过度节制，反而让身体一点一滴的失去防护力。您可能会觉得惊讶，不是清淡饮食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帮助吗？没错，适度的清淡当然好，但若变成过度清淡，只靠1碗白粥、1盘青菜过日子，就会带来严重后果。肌肉会慢慢流失，免疫力会逐渐下降，甚至连骨骼和代谢都会受到影响。很多人明明想养生，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送进了医院。我还记得在台湾的诊间里，有不少长辈进来时体重减轻，走路无力，以为是正常老化，但检查结果却显示，他们的问题来自于长期吃得太单一、太清淡，缺乏蛋白质，缺乏多样营养，让身体就像一栋没有材料维修的老房子，看似安静，却在暗暗崩坏。朋友们，我是李建华，医师，从事内科临床工作超过30年。这些年来，我见过无数因为饮食误区而付出健康代价的案例。今天，我想把这个隐藏在清淡饮食背后的真相摊在阳光下，让您和家人都能避开这个陷阱。在影片的最后，我还会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秘诀，教您如何既能吃得清爽，又能确保营养均衡，避免掉进过度清淡的陷阱。这个方法一点都不困难，甚至明天就能开始尝试。如果您愿意和我一起深入了解，请现在就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每一次的健康提醒您都不会错过。同时，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正在专心收看。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就输入数字0。您的回馈会帮助我针对您最关心的议题做更多实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清淡健康这个观念，其实只是许多长辈心中最常见的3大迷思之一。在许多台湾家庭里，清淡饮食几乎等于养生的代名词。长辈们常常自豪地说：“我每天都只吃白粥配青菜，很健康。”但是朋友们，在我诊间看到的真相却恰恰相反。很多病人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中，一步步走向营养不良和肌肉流失。让我们先来拆解3个最常见的迷思。第一个神话：吃得越少，身体越健康。许多人把节制理解成少吃，甚至一天只吃1点粥和菜，以为这样可以延年益寿。可是身体需要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治病没有，因此减少。结果往往是体重下来了，却不是减掉脂肪，而是先失去肌肉和骨质。第二个神话：清粥小菜，最安全的养生法。在不少长辈的记忆里，白粥配腌菜或青菜，象执着、前进、简单。但医学研究告诉我们，这种组合缺乏优质蛋白，质与多样化营养，长期下来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伤口愈合变慢。换句话说，看似最保险，其实却是隐藏风险最大的饮食方式。第3个神话：不吃肉就能避免3高。很多人害怕高血压、高血糖，就乾脆把肉类和油脂全部拒之门外。但事实上，肉类提供的必需氨基酸、铁质和维生素 B 群，对于维持血红素、肌肉量和神经功能至关重要。完全不碰肉，反而可能造成贫血、手脚无力，甚至增加跌倒风险。朋友们，这些迷思听起来合理，因为它们符合我们少即是多的直觉。
但在科学与临床的验证下，却一次又一次被推翻。氢弹不是错，但过度氢弹就像拔掉墙壁的钢筋，让整栋房子暗暗失去支撑。那么，究竟在我们的身体里吃的过度氢弹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简单的医学机制拆解这个看似无害的习惯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危险。朋友们，也许您会问，不就是少油少盐、清清淡淡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的身体机制里。首先，缺乏蛋白质，肌肉流失。我们的肌肉每天都在更新，需要不断补充氨基酸。如果餐餐只有粥和菜，蛋白质来源不足，身体只好分解自己的肌肉来维持基本功能。长期下来，就会形成肌少症，表现为走路越来越慢，上下楼梯费力，甚至容易跌倒。第二，缺乏多样维生素和矿物质，免疫下降。维生素 C、锌、铁、维生素 D， 这些都是免疫系统的防护盾。过度清淡、过度单一，等于把防护盾一片片拆掉，结果就是感冒更频繁，伤口不易愈合，甚至小感染也可能拖成大病。第三，热量过低，新陈代谢失衡。当身体长期处于吃不够的状态，代谢会自动降低，好比一台机器被迫转慢。结果是什么？体力减退，注意力下降，骨质加速流失。更糟的是，很多人以为自己瘦下来很健康，其实瘦掉的是肌肉和骨头，而不是有害的脂肪。朋友们，您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栋需要维修的房子，蛋白质是钢筋，维生素和矿物质是螺丝钉，热量是施工的能量。如果只给白粥和青菜，就好像只用白灰涂墙，外表看起来前进，但内部结构却一天天空洞，随时可能崩坏。所以，清淡饮食的问题不在于今天少吃了一点，而在于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的不足。这种慢性的伤害，常常等到症状明显时，已经错过了最佳补救时机。接下来，我要带您看看这些机制在现实生活中会带来什么具体的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肌肉流失与体力下降。朋友们，您知道吗？在老化过程中，最宝贵的不是皱纹少，而是肌肉还在不在。很多人觉得走不动、腿没力是年纪大了的自然现象，但临床告诉我们，这往往不是老了，而是肌肉被吃掉了。当蛋白质摄取不足，肌肉开始流失，首先出现的就是行动力下降，上楼梯变得气喘吁吁，提重物觉得吃力，甚至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支撑。这就是所谓的肌少症。研究指出，65岁以上长者如果饮食中蛋白质不足，发生肌少症的比例可达30%以上。肌肉不只是用来走路的，它还是身体的能量仓库。当您生病或受伤时，身体会调动肌肉中的蛋白质来修复组织。如果平时肌肉量太少，生病时就缺乏后援，导致恢复缓慢，甚至增加死亡风险。我有不少病人跌倒后骨折住院，本以为手术就能解决，但因为肌肉太少，术后复原极慢，甚至卧床不起。家属常问，医师怎么会这样？不是手术成功了吗？事实上，问题根源在于早年清淡饮食让肌肉消失，结果一点打击就无法承受。更可怕的是，肌肉流失是一个沉默的危机，它不像血压或血糖有数字提醒，而是悄悄进行。等您发现裤子越来越松，走路越来越慢时，往往已经来不及补救。朋友们，肌肉是我们的第二条生命线，如果只追求清淡，却忽略了营养，等于亲手切断了这一条线。那么，医学界的专家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接下来，我想带您听听他们的观察与提醒。
在临床工作中，我常常与营养科和老年医学的同业讨论一个现象：许多台湾长辈虽然自认为饮食清淡、很养生，但实际上却呈现出营养不良的状态。根据台大医院营养部的调查，台湾65岁以上长者当中，有将近30%存在蛋白质摄取不足的问题，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正是因为过度清淡。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医师也提醒，清淡不能简化为只吃粥和青菜，如果忽略了蛋白质和必需营养素，反而会增加跌倒、感染甚至住院的风险。专家们特别强调一个关键字：均衡清淡饮食。若能搭配于蛋、豆类、全谷杂粮，就能既控制油盐，又不失去必要营养。但现实中，很多长辈误以为不吃肉、不吃油就是最好的选择，结果越吃越单一，身体却越来越虚弱。我还记得有位营养师在研讨会上分享一个数据，在住院的高龄患者里，高达40%合并有营养不良。这不仅延长住院时间，还增加医疗成本。换句话说，过度清淡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公共健康的隐忧。朋友们，当临床数据与专家的观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我们就不能再掉以轻心。那么，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如何在真实生活中呈现？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位病人的故事，他的经历或许能让您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在我的诊间里，有一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人，陈伯伯，台北人，今年74岁。退休前是国小老师，退休之后，他和太太一起过着非常清淡的生活。每天早上是一碗白粥配酱菜，中午多半只有青菜加上一点豆腐，晚餐则常常只喝点稀饭。陈伯伯觉得这样少油、少盐、少肉才是真正养生的秘诀。几年下来，他确实觉得自己体重减轻了，血压也维持得不错。但慢慢的，他开始感到走路没力，常常膝盖发软，甚至上下楼梯都必须要扶着栏杆。更让他困扰的是，这1年来他频繁感冒，每次都需要更久才能痊愈。太太陪他来到医院检查，我们发现陈伯伯的肌肉量明显下降，血液检验显示白蛋白偏低，免疫功能也比同龄人差。换句话说，他虽然吃得很清淡，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蛋白质和营养素，导致肌少症与免疫力下降。当我向他解释这一点时，他一脸惊讶地说：“医师，我不是一直都吃得很健康吗？怎么反而变成病人了？”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因为在许多台湾长辈心中，清淡健康几乎是铁律。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如果只剩下白粥和青菜，身体其实是在一点一滴失去防护力。朋友们，陈伯伯的故事不是个案，而是许多家庭的缩影。那么，究竟哪些人特别容易受到过度清淡的影响呢？下一段我会为您整理出高风险族群，让您和家人能更清楚地检视自己的状况。陈伯伯的故事提醒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越清淡越好。有些族群如果过度限制饮食，不仅没有养生效果，反而会更快出现健康问题。第一类，高龄长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量会自然流失，这就是所谓的肌少症。如果再因为怕胆固醇或吃太油而把肉蛋完全排除，结果就是肌肉加速萎缩，走路跌倒的风险大幅增加。第二类，慢性病患者，例如糖尿病、肾脏病或心脏病患者，常常因为害怕病情恶化，就自行严格限制饮食，但没有专业指导下这种自我节食很容易导致营养失衡，反而让病情更难控制。第三类，长期用药的人，有些药物会增加营养流失，比如利尿剂、会带走钾、镁等电解质。如果饮食再过于单一，
没有补充足够营养，就更容易出现虚弱、心律不整或免疫力下降。第四类，过度节食或想快速减重的人。不少长辈为了控制体重，模仿年轻人口号，吃得越少越健康，但身体需要的病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刚刚好。当热量和蛋白质长期不足，结果就是抵抗力下降、头晕无力，甚至增加住院风险。朋友们，您或您的家人是否也属于这些高风险族群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更需要特别注意，清淡不能只剩下白粥和青菜，而是必须包含均衡的蛋白质、蔬菜和全谷杂粮。那么除了个人层面之外，这个过度清淡的现象在整个社会又有多普遍？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台湾的数据与现况。朋友们，当我们把视野从个人拉高到整个社会，就会发现过度清淡已经悄悄成为台湾长辈普遍的问题。这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健康隐忧。根据卫生福利部的国民营养健康调查，65岁以上长者平均每日蛋白质摄取量不到建议值的80%。换句话说，每10位长辈就有2到3位长期处于营养不足的状态。而在住院患者中，营养不良的比例更高达40%以上。这不仅延长治疗时间，也大幅增加医疗花费。在我多年的临床经验里，常看到这样的情景：长辈觉得吃清淡等于照顾自己，但实际上却让身体逐渐变弱。这种矛盾的现象，正是导致老人跌倒率上升、免疫力普遍下降的重要原因。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习惯也正在被年轻一代模仿。许多中年人为了减重或养生，选择长气、少肉、少油，甚至只靠蔬菜水果充饥。看似健康，但长期下来，免疫力与基础、代谢率下降，反而让慢性病风险增加。社会学者提醒，这不仅仅是饮食问题，而是文化认知的偏差。我们往往把清淡与健康画上等号，却忽略了均衡才是真正的关键。若不及时修正，台湾可能会迎来一波隐性营养不良潮，让整体医疗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朋友们，这些数据和现象听起来或许有些沉重，但别忘了，每一个社会问题其实都从一个个家庭的选择累积而来。那么，如果我们愿意改变，故事会有什么样的转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回到陈伯伯的案例，看看他在调整之后出现了哪些变化。还记得陈伯伯吗？在得知自己因为吃得太清淡而导致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后，他其实一开始很难接受，因为在他心中，这是他多年来最坚持的养生方式，甚至常拿来劝导儿孙。但当他亲身体会到走不动、常感冒的困扰后，才愿意尝试改变。在营养师的指导下，他从最简单的步骤开始，早餐的白粥里加入半颗卤蛋，或是搭配一杯温豆浆；午餐除了青菜，固定增加1小块鱼或豆腐；晚餐则改成半碗稀饭，搭配瘦肉片。这些改变看起来很小，但对身体却是巨大的转折。3个月后回诊时，我几乎认不出他。他走进诊间的步伐比以前稳健许多，还笑着告诉我：“医师，我现在爬楼梯不需要扶栏杆了，感冒也少了。”检查报告显示，他的肌肉量回升，白蛋白数值也改善，这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他终于明白，真正的清淡是控制油盐，而不是把营养都拿掉。陈伯伯的转变也影响了家人，太太开始尝试用蒸鱼、炖鸡汤取代单调的青菜白粥，孙子甚至跟着养成喝豆浆、吃坚果的习惯，整个家庭的餐桌氛围因此变得更丰富、更健康。朋友们，这就是改变的力量。
当我们愿意从小地方开始调整，就能一步步把错误的清淡转化为真正的均衡。接下来我会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既能吃得清爽，又能补足身体所需的营养。朋友们，听到这个里，您可能会问，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清淡了？答案不是这样。清淡饮食的精神本来是好的，少油、少盐、少糖，但不能少营养。真正健康的清淡是在控制调味的同时，保留蛋白质与必需营养。这里我想给您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第一，3餐都要有蛋白质，不论是1颗水煮蛋、1小块鱼、1杯豆浆，或是1小把黄豆鱼、坚果，都是补充肌肉与免疫力的来源。第二，蔬菜与全谷要搭配，白粥、白饭虽然清淡，但营养单一，可以换成糙米、燕麦，搭配不同颜色的蔬菜，让纤维与维生素更均衡。第三，烹调方式要聪明，蒸、炖、汆、烫，比油炸或过度调味更适合长辈，也能保留食材本身的营养。别害怕一点点瘦肉或鱼肉，那是守住肌肉与免疫力的关键。第四，避免单一食物陷阱，只吃青菜粥或只喝汤是最危险的。清淡每餐至少有3种以上的食材才算得上均衡。说到这里，我想邀请您做3个立刻能开始的行动。今天就检查冰箱，看看是否只有青菜和白饭，若缺蛋白质来源，请补齐。把影片分享给家人朋友，提醒他们清淡不等于没营养。明天试足在白粥里加点蛋或豆腐，您会发现身体的感觉很不一样。朋友们，健康不是剥夺享受，而是找到平衡的方法。当您愿意从今天开始做一点小改变，身体就会回报您更强壮的明天。接下来，在影片的最后，我要用最诚恳的心为大家总结今天的核心讯息，并分享一个小秘诀，帮助您在日常生活里更容易做到均衡。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一起看到了过度清淡背后的真相。或许您原本以为少油少盐，只吃青菜白粥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但临床和案例都告诉我们，清淡不等于健康，单一饮食反而会让身体失去保护力。真正的智慧不是盲目排斥食物，而是懂得取舍与搭配。当餐桌上有蛋白质，有5颜6色的蔬菜，有全谷与适量的水果，这样的清淡才是真正能保护心脏、维持肌肉、提升免疫力的清淡。在这里，我想送给大家一个小秘诀，每天3餐都要看见蛋白质。早上可以是1颗蛋或1杯豆浆，中午加1小块鱼，晚上搭配豆腐或瘦肉。这样既不会增加太多负担，又能让身体拥有足够的能量与修复力。朋友们，健康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每天的选择。您今天多留一份均衡，就能为自己和家人少掉一份风险。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身边最重要的人。或许您的转发就能帮助另一个家庭避免遗憾。最后要提醒，本影片仅供健康资讯参考，不能取代专业诊断与治疗。若您或家人有慢性病或正在服药，请务必与医师或营养师讨论，找到最合适的做法。祝福您和家人饮食均衡，活力满满，健康长寿。我们下次再见。